大家好，我係風仔，今日咧就嚟咗中環大館睇咗個特別嘅展覽。香港賽馬會六合彩已經50週年啦，提供咗個特別嘅展覽咧，可以免費入場嘅，由5月1號去到5月10號。想睇嘅話咧就唔好錯過啦。一日到場入邊咧，面積唔算話好大嘅啫，分咗幾個唔同嘅部分。而我最覺得比較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 show 到個模擬嘅攪珠室啦。大家咧成日喺電視機度咧都會見到個六合彩嘅攪珠機噶啦，都成日都會講一句1至49個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、左至右順序咁排列好。咁今次咧終於見到佢嘅真身啦 ，show 到第3代嘅退役攪珠機，咁可以咧俾到入場人士啦，扮下監場嘉賓咧，同部攪珠機打下卡，影張相留我紀念嘅。而側邊亦都有一個咧好大型嘅號碼球咧，可以俾人打下卡，影張相留個紀念㗎。而側邊塊展示板亦都 show 咗歷代六合彩嘅攪珠機啦，直至去到而家咧已經去到第4代嘅攪珠機嚟㗎啦。上到第2層咧，除咗會有少少嘅展覽之外咧，亦都會有一啲嘅期間限定嘅紀念品可以買得到啦。喺呢度都可以買到唔同顏色嘅號碼球嘅毛公仔啦，同埋咧金色嘅號碼球咧係期間限定版嚟㗎。號碼球每日咧都賣唔同嘅顏色，今日咧就賣紅色同埋金色。除咗號碼球之外咧，都有賣筆啦，同埋用馬造型嘅毛公仔嘅。總括而言啦，呢個展覽咧都真係幾特別嘅，又可以打下卡，又可以買下特色嘅紀念品。有時間嘅咧就唔好錯過啦。展期去到5月10號。中意呢條片嘅話咧，就記得 comment、like and share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YouTube channel。記得隔離撳埋鐘仔搶先睇啊！一有新片咧就唔會錯噶啦。拜拜。